大家好啊！Lulu Channel 喺今日2026年7月30號星期四，繼續同大家26個成交個案分享。今次睇嘅就係九龍灣三寶之一嘅德寶花園。截至到去今年嘅7月，德寶花園平均實用尺價大概14,362蚊。屋苑近期成交活躍，較區內平均嘅樓價都高足咗大概4成。德寶花園就位於九龍灣，過去12個月大概就有86宗嘅成交。大概23個單位就有1宗嘅轉手，顯示成交活躍度相對穩定。近期成交實用尺價範圍就係11,231至到去14,468蚊。兩房單位價格就略低於一房單位嘅平均尺價，但係總價通常就較高，反映面積較大。希望大家對於 Lulu Channel 今次分享德寶花園兩房嘅成交同埋租務市場嘅情況，點讚、留言同埋分享，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Lulu Channel 持續發展，俾多啲鼓勵同埋支持我啊！德寶花園平均實用尺價14,362蚊，較觀塘區同類屋苑平均高出咗40.6%，顯示其區位同埋屋苑設施對於價格支撐明顯。至於投資回報方面，屋苑提供多元嘅間隔單位，可以滿足短期投資或者長期自住嘅需求。近期轉手比例同埋樓層嘅日價分析顯示，高層一房單位較易同埋快速成交，適合作為投資入場嘅單位。德寶花園以近期成交嘅造價去計算按揭，首期預算大概就係285萬起，平均造價就係379萬。假設7成按揭同埋30年嘅還款期，對自住同投資者嚟講都有個可行性。德寶花園就位於九龍灣牛頭角道，係一個私人嘅住宅屋苑，由恒基兆業發展，擁有完善嘅設施同埋便利嘅交通，係東九龍區成熟嘅住宅選擇。發展商就恒基兆業喺1984年11月開始入伙，總數有8座大樓，提供2,016個單位，實用面積介乎253至到398平方尺。屋苑交通便利，鄰近就係港鐵嘅九龍灣站，附近亦都有德寶商場。屋苑就係九龍東經典嘅上車盤，交通便利，實用率高，配套成熟。不過樓齡大概就已經有40年。而且有部分單位有滲水等嘅問題，適合重視便利同埋性價比嘅買家。至於屋苑另一個優點就係實用率高，單位冇窗台，開側方正，253至398平方尺嘅一房兩房設計，空間利用率高，裝修潛力大。基座就係德寶商場，鄰近淘大商場同埋德福廣場，生活機能完善。至於屋苑交通便利方面，步行幾分鐘就去到港鐵嘅九龍灣站，來往港九商業中心或者荃灣等嘅工業區，只係需要10幾分鐘嘅車程，而且鄰近觀塘道同埋牛頭角道巴士小巴路線，交通便捷。德寶花園嘅設施包括社區泳池、運動設施、餐飲設施，屋苑亦都設有平台花園，兩個主要嘅地面出入口可通往唔同嘅座椅。亦都設有住客專用升降機直達住宅嘅平台，周邊設施亦都充實，就好似有德寶商場位於基座嘅地下去到4樓，附近亦都有彩盈坊、牛頭角公園、彩榮路運動館等休閒同埋商業嘅設施。寶花園就位於東九龍成熟嘅住客區，環境安靜，而且面臨九龍灣，景觀開揚，可遠眺維多利亞港。步行亦都去到港鐵，附近有便利店、商場，生活設施完善，附近教育資源充足，小學、中學都有良好嘅選擇。屋苑6月份成交實用尺價13,364蚊，不過對比5月份亦都有下跌。相比九龍灣三寶嘅淘大花園，尺價較上個月就上升2.56%。至於德福花園，亦都較上個月上升4.81%。相比嚟講，德寶花園就有下跌嘅趨勢啦。接住就係同大家分享二手成交嘅個案。德寶花園一個兩房單位成交價488萬，超過2年半嘅高位。持貨11年嘅物業，最終為原業主帶嚟賬面利潤88萬，單位亦都升跌咗22%。
中原地產陳敏忠表示，成交單位就係德寶花園嘅 C 座中層一室，實用面積382平方尺嘅兩房單位，原以500萬放盤，最新就降價減12萬，就以488萬成交，折合實用尺價12,775蚊。據知新買家係上車客，中情屋苑地理位置優越，交通方便，社區配套亦十分完善，考慮片刻就決定入市自用。成交價可以話係屋苑自2023年11月之後超過2年半以嚟嘅新高，而原業主喺2015年就以400萬買入單位，持貨接近11年，轉售之後賬面獲利88萬，單位11年之內都升值咗22%。屋苑亦都有租務成交。香港置業宋國權表示，新近德寶花園嘅 H 座低層5室，實用面積382平方尺嘅兩房單位，單位座向西面，業主就以18,000蚊放租，大概1個月之後得到同居客議價，最終微減1000，就以17,000蚊承租，尺租45蚊。據知新租客係家庭客，心儀單位有家私，睇樓一次之後就決定承租。業主今年4月就以408萬買入上述單位，以而家嘅租金去計算，業主可享回報大概5厘。德寶花園可以話係九龍東細價樓嘅代表，交通同埋配套優勢明顯，但係樓齡同埋部分設施問題就需要留意。由屋苑出發，住戶只需步行幾分鐘就可以透過行人天橋，安全快捷去到港鐵嘅九龍灣站。無論前往旺角、尖沙咀等核心區，定係過海前往港島東，包括鰂魚涌、太古以及中環，交通時間都能夠控制喺半個鐘頭之內。德寶花園入伙接近40年，俾好多年輕嘅買家視為上車嘅一物，就在於屋苑嘅超高實用率。近年落成嘅市區新盤，往往受限於嚴格嘅建築條例同埋發展商嘅利潤考量。單位之內充斥住厚重嘅結構牆、深不見底嘅發水窗台、極佔空間嘅露台同埋工作平台，導致名義上200幾尺嘅新盤，實際室內嘅活動空間可能僅100幾尺，佈局往往三尖八角，家私都難以擺放。相比之下，德寶花園完美保留咗80年代發展商實用至上嘅建築智慧。屋苑主打253至到去398平方尺嘅一房同埋兩房細價樓嘅單位。喺目前樓市嘅環境之下，德寶花園不單止係上車客嘅首選，亦都可以係長線投資客眼中嘅一個寶物。細價樓嘅按揭優勢。屋苑主打中小型單位，細價樓往往徘徊喺400幾萬左右嘅細價樓區間。受惠於政府放寬咗按揭成數同埋全面設立嘅利好政策之下，首置客極其容易承造高達90%嘅按揭，只需極低嘅首期就能夠輕輕鬆鬆做業主，大大降低咗上車嘅門檻。另外，屋苑極強嘅抗跌力同埋流動性，亦都係佢嘅優點。作為九龍東嘅藍籌級上車盤，德寶花園交投向來都活躍。喺樓市調整期，屋苑嘅鐵路站上蓋優勢賦予咗屋苑極強嘅防守抗跌力。當樓市暢旺嘅時間，屋苑升值反彈力度亦都唔可以睇小㗎。資料，屋苑由6月16號至到7月22號中，6宗獲利成交，3宗就蝕讓。就好似6月16號成交單位282平方尺嘅一房，成交價400萬，尺價報14,184蚊，單位升值咗1.8倍。6月25號成交單位398平方尺兩房，成交價356萬，尺價報14,071蚊，單位升值咗2.5倍。至於6月26號成交單位253平方尺嘅一房，成交價335萬，實用尺價13,240蚊，單位升值接近2.4倍。總結嚟講，德寶花園近期成交價穩定，尺價高於區內嘅平均水平，尤其高層同埋景觀單位都受到市場追捧。對於總買家同埋投資者嚟講，可以關注樓層、間隔、景觀同埋尺價嘅日價，作為入市或者轉售判斷嘅依據。同時亦都可以利用中原、美聯成交記錄同埋 C-House 嘅尺價走勢，作為市場嘅參考工具，掌握最新嘅成交動態同埋價格嘅分佈。希望大家對 Lulu Channel 今次分享德寶花園嘅成交同埋租務情況到而家啦，拜拜。